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贏馬強心針啊！今日係5月22號，嚟緊會講兩場精選沙田24號星期日沙田草地精選貼士俾大家嘅。咁照舊啦，我哋睇一睇我哋上次俾嘅貼士嘅結果係點樣？交俾你啊，強哥。OK， 好，咁我哋睇翻我哋上次俾嘅精選貼士啊。首先係第一場，我哋提供嘅係7號、8號、1號、11號、2號。咁結果跑翻嚟就係順序7號、8號、1號、3號嘅。咁我哋呢場2、3重彩都順利順序命中嘅。第二場精選就係第4場，我哋俾嘅就係8號、4號、6號、12號、7號。咁結果跑出嚟嘅就係8號、10號、3號、5號，咁我哋淨係中咗隻 win 嘅啫。係咁，其實咧我都想問一問大家觀眾咧，譬如我哋上次俾嘅 tips，你哋有冇中到咧？你哋投注嘅方式係點樣咧？點樣為之一個最佳嘅投注方式，用最少嘅錢贏到最多嘅 return 咧？想我哋講多啲投注方式咧，因為投注方式非常之重要。我覺得係佔成件賽馬或者贏馬成件事咧一半以上嘅，想我哋講多啲嘅留言話俾我哋知，咁等我哋知道講啲咩係適合大家去聽啊，咁樣咯，多謝大家啊！好，咁我哋依家睇星期日嘅賽事啦。咁星期日會跑沙田 A 跑道嘅賽事啦。首先精選嘅係第3場賽事4班1200米。咁我哋先睇下呢場嘅步速會係點先啦。呢場會放頭嘅馬預計會係同喜啦，咁佢放到出頭嘅機會都好大嘅。另外老鼠班上次起步都快嘅，咁呢隻起碼都會前置到啦。上發財一貫嘅跑法都會係放頭或者前置啦。另外排10檔嘅奇異歡聲出閘亦都快，隻馬亦都重口，會唔會俾人哋喺頂3搭就要睇翻到時賽事嘅形勢會係點啦。咁所以預計步速起碼都會有正常。好，咁我哋揀馬。首先第一隻會揀5號嘅文明戰士。呢隻3歲馬咧持續進步嘅，上次跑泥地咧佢就留得比較後喎，但係末段做個快時間衝上嚟，跑到個第2。今次就初次跑沙田草地1200米，但係好彩抽到個1檔，繼續用翻布文去跑。咁布文呢場有馬揀㗎，佢唔揀賢者威風，揀翻呢隻文明戰士。咁要信翻布文嘅揀馬啦。如果佢跟翻前啲跑，呢場有少少步速，到直路抽出嚟一衝有權過晒㗎。第二隻馬要揀係4號老鼠班。上次見佢出閘反應咧就好快啦，咁今次第2次出賽，季尾側身嘅馬跑得少，會賺啲體力。今次排4檔，成哥就換翻阿麥道朗上去啦。預計形勢佢都應該會幾好跑㗎，要揀啊！第3隻要揀嘅馬就係12號馬同喜，近4仗跑4班全部入晒前4名㗎，咁勝在夠準啦。今次換翻個10磅仔上去，咁繼續憑輕磅優勢放頭，要入一席應該都唔難㗎。第4隻要揀就係1號標之浩瀚。神操見隻馬咧狀態其實唔差㗎，上次黃寶嚟跑咧好似留唔住隻馬咁，全程都4踏，蝕盡晒所有腳程，翻到嚟隻馬咧都唔斷㗎。今次換上韋紀力上去，希望佢蝕到第2踏，留到隻馬入到直路有權速翻一段啦。咁所以要埋啦。最後一隻要揀嘅就係金創福威，呢隻馬啱啱先出完，今次衝再出，咁換咗艾杜拿騎嘅，咁好彩又抽到個2檔，隻馬評分已經減到去51分㗎啦。咁佢之前季初贏馬咧係56分嘅，贏過㗎，咁減夠分隨時可以反彈，冷門嘅話要拖住啊。好，咁我哋重複一次，第3場我哋要揀嘅馬係5號文明戰士、4號老鼠班、12號同喜、1號標之浩瀚同埋8號嘅金創福威。第2場精選嘅賽事係第9場2班1400米，咁我預計呢場步速唔會太快啦。咁我哋睇下呢場步速會係點先啦。
照計會放頭嘅馬會係健康愉快啦，佢用得個10磅仔上去，呢隻馬應該係呢場嘅控制步速嘅。咁另外仲會跟前嘅馬仲有邊隻呢？偉金主睇佢嘅跑法，預計可以跟前跑嘅。遙遙領先就前至過嘅。咁另外其他馬都應該唔係太快，所以估計步速唔會太過快。好，咁我哋揀馬，第一隻要揀嘅馬就係5號偉金主。咁呢隻馬神操狀態咧，睇佢非常之 fit 噶，其實都 fit 咗好幾次噶啦。奈何次次都遇到隻超級馬時時歡聲。今次強手已經走咗啦，有權到佢坐正噶啦。第二隻要揀嘅馬就係7號千帆區，隻馬跑1004米非常之準嘅，近3仗全部入前3名，上仗去到2班咧孭個輕磅，衝勢亦都非常之勁噶，所以呢隻一定要埋噶。第三隻要揀嘅馬係11號至尊高超，今次繼續跑翻首本路程1004米啦。上次唔係好利追嘅情況之下呢，佢都交咗段唔錯嘅追勁，上翻嚟跑，今次繼續孭翻個輕磅啦，咁應該要拖埋佢啦。第四隻要揀嘅就係1號健康愉快，今次用見習心減10磅嚟跑，咁抽到個1檔喎，只要佢出閘正正常常，憑住個輕磅放頭，控制到步速，隻馬又有班底喎，有權放到㗎。另外第5隻要揀嘅馬係遙遙領先，隻馬依家減翻到82分，咁隻馬今季未交代啦，抽翻個2檔，分分鐘可以跟翻前少少。呂健威呢場出2隻馬，呢隻係第2選擇嚟㗎。今次威哥有成手馬喺度㗎，有可能呢場會抵出，冷門要拖住佢啊。好，咁我哋重複一次，第9場揀嘅馬係5號偉金主、7號千帆區、11號至尊高超、1號健康愉快同埋8號嘅遙遙領先。好，咁啊，今日係咁多，記得 share、like、subscribe 我哋。如果有咩想聽嘅，譬如投注策略啊，點樣睇神操啊，有咩想知嘅，話俾我哋知 comment 話俾我哋知啊。祝大家好運，多謝晒，拜拜。